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，有的人嘴唇一粒珠，烧正唔认输。今日要给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“人”读字音“人”第7条，嘛人读做“人”。另外，古早第二字典也有记录另外一个音读做“人”，这拢是第7条。“人”就是捌的意思，咱讲认捌认捌。另外，咱知影家己唔对，咱讲是认错认罪。有了解或者是小捌，咱讲会认得。若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咱讲是认命；做好家己的本分，咱讲是认分。若是讲承认失败，或者是服道理，咱讲认输。因为感情上或者是赞成某一款的价值行为，咱讲是认同。若做代志正认真，咱讲认真。另外，认路会当讲是会认的路况，古早嘛有认分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认捌，意思就是学习甲认识。第二个词记认，就是记号甲标志，嘛当讲是号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语言是文化的司机，都爱先有法度来学语言，才有法度来认捌咱的文化。论真讲，语言正做区别每一个无共文化的记认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认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